恆域路運城行航空處僱員服務路線 FX7， 恆域交通局編號910，由路運營辦，循環來往路運城及恆航總部。歷史：2026年1月24日，配合恆域國際機場擴建部分啟用 ，FX7 線投入服務。收費：全程收費，免費。收費備注：此路線只限路運城 Fresh Air、恆域航空及恆航空處員工乘坐，上車時必須穿着公司制服或向車長出示員工證。用車：此路線使用路運旗下 Fresh Air 的地勤部門之巴士車序行走。此路線共獲派3輛 Enviro 200mmc A01至 A16 單層巴士作掛牌車。受內部要求影響，此路線不可使用斯堪尼亞 KJ10IB S16至S19 旅遊巴。